係早晨嘅，我哋回顧翻上個星期香港股市啦，就好明顯有個大嘅跌幅啦。無論恒生指數同埋國企股指數都大約跌4%嘅，咁跌幅咧係比上國內嘅股市多啦。咁我諗主要嘅原因都係圍繞翻即係上個星期有幾項事件啦，即係美國嘅議息啦，同埋市場仍然係關注英國公投嘅結果咯。咁踏入今個星期，我諗焦點都係美國即係英國咧公投結果啦，將會喺星期五嘅時間咧就會有結果啦。咁但係星期四同星期五咧，我哋相信港股市場咧係會比較波動啲，以至到成個全球嘅金融市場都會波動啲。咁當然即係匯率即係尤其是英鎊嘅匯率更加會係波動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相信咧整體市況都係會偏弱嘅咁如果睇翻上個星期，即係指數跌咗4%，我哋個別嘅板塊跌得比較多嘅，除咗話喺香港一啲公司投資喺英國比較多嘅，咁當然即係首選就係即係匯豐電能長江基建呢啲，好明顯上個星期咧係有明顯嘅跌幅啦。咁另外即係油價嘅回調，亦都令到一啲石油類股份咧喺上個星期咧係跑輸大市，佢哋跌幅係差唔多，即係有啲係即係4%至到8%不等咁今個星期我諗股市仍然係會偏弱啦咁始終都係要去到星期四、星期五英國公投結果出現，即係結果出咗之後咧，個市場就可以斷定啦咁所以恒生指數有機會再向下跌穿2萬點嘅水平嘅喺今個星期。咁我哋覺得喺技術上嚟睇，當然即係前期嘅低位啦，19,500、19,600點應該係一啲技術上嘅一啲支持位啦短線嘅投資者可以睇住呢個指數嚟去做一啲短線嘅操作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相信市底都係比較偏弱跌穿2萬點機會都係比較大啲。咁短線操作投資者，我諗英國公投嘅事件一定係比較大嘅震盪啦對全球嘅金融市場。咁港股以往都係會睇翻以往經驗咧，都係會有比較大嘅波幅咁所以唔想承受太大嘅風險嘅投資者咧，短線嚟講咧應該減持手上嘅股票啦增加個現金嗰個水平啦，直至到公投結果完成咗之後，至再一個部署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嘅就咁多多謝各位。